今天利用上午的时间，我跟世界各地的莲友简单来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公案。从前，瑞典有一个人名叫阿佛雷德·勒贝尔。讲勒贝尔，你们就清楚了。他在读小学的时候，成绩一直名列班上的第2名啊。第1名总是有一个名叫博纪的同学得到。有一次，博纪意外的生了一场大病，他无法上学，而请了长假。有人私底下就为勒贝尔感到高兴，说博纪同学生病了，以后的第1名呢就非你莫属了。勒贝尔呢，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，反而将其在学校里面所学的，把它做成非常完整的笔记，寄给因为生病无法上学的博纪同学。到了学期末，博纪的成绩还是维持第1名啊。勒贝尔呢，则依旧名列第2名。勒贝尔长大了之后，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化学家，最后更发明了火药，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继父，很有力量的富有人家。当他临终的时候，就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捐出来，设立了知名的勒贝尔奖学金，每年就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、化学、生理、医学、文学、经济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。因为勒贝尔开阔的心胸跟乐于分享的这种伟大情操，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，也留下后人对他永远怀念跟追思。最后在历史上，大家都认识考第2名的勒贝尔，但是很少人知道考试永远第1名的博纪。所以有这个公案，我们就可以来分享我们的感受了。分享是一种成就，也是未来成功的新典范。千万不要在乎你赢过多少人，而要在乎你帮过多少人。你帮过的人越多，服务的地方越广，那你成功的机会就越大。幸福是自己给的，快乐也是自己找的。只有自己才能把握住幸福跟快乐。当你又幸福又快乐的时候，千万要记得珍惜。当你难过沮丧的时候，千万别忘了你也曾经拥有过幸福与快乐，这也是一种幸福跟快乐。所以真正的大师并不是拥有最多学生的人，而是协助最多人成为大师的人。真正的领袖也不是拥有最多追随者的人，而是协助最多人成为领袖的人。这一生的成功并不在于你超越多少人，而是你协助了多少人，而且要不断的超越自己。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实的社会当中，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成功的人绝不是只有靠自身的实力，而是懂得整合人际资源，进而创造更多的价值。如果我们能够去了解可以应用的资源，然后将这些人际资源整合起来并发挥出去，人人都会叫你第1名哦。各位，我们最伟大要成就所有众生成佛的人，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来不考虑自己，我一定要让所有称我名号的人个个都成佛，我自己才要成佛。他要做到这个程度，达到这样一个标准，他才成佛。你看佛的慈悲，佛的愿力，佛对众生的关怀无微不至，我们就了解到佛太伟大了。他从来不考虑自己，处处先为众生着想。只要你念他的名号，他一定让你去成佛。不单单自己成佛，让所有十方的众生都可以成佛。他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，他是用这样一个宽大的心胸来对待所有的众生。我们感到很羞愧，有时候我们自己想的都是个人的问题，想的都是自己的事情，从来都没有把众生摆在心上。所以我们要努力加以精进，好好自我要求，自我反省。我们把这一点呢，借这个因缘来告诉大家，跟大家同时来勉励。阿弥陀佛。